我唔中意刷牙，因為好麻煩，而且啲牙膏好乸，好似拮住條脷咁。如果有易啲入口嘅牙膏就好嘞。有一日，我同媽媽去超級市場買嘢，哇，係蘋果味牙膏啊！我最中意就係蘋果。媽媽，我可唔可以買蘋果味牙膏啊？可以啊。就喺媽媽買蘋果味牙膏俾我嘅嗰一晚，晚飯食完超好味嘅咖喱飯之後，擠啊擠，擠啊擠，我喺牙刷上面擠滿蘋果味牙膏，東刷刷西刷刷，左刷刷右刷刷，上刷刷下刷刷，前刷刷後刷刷，估唔到，哎呀！變咗蘋果頭啊！但係咕嚕咕嚕噗，刷完牙就變返原本嘅樣。第二日，我同媽媽仲有妹妹一齊去超級市場買嘢。哇，係香蕉味牙膏啊！妹妹最鍾意就係香蕉。就喺妹妹叫媽媽買香蕉味牙膏嘅嗰一晚。晚飯食完超好味嘅意大利粉之後，擠啊擠，擠啊擠，我同妹妹喺牙刷上面擠滿香蕉味牙膏，東刷刷西刷刷，左刷刷右刷刷，上刷刷下刷刷，前刷刷後刷刷，估唔到，哎呀，變咗香蕉頭啊！但係咕嚕咕嚕噗，刷完牙就變返原本嘅樣。第二日，我同爸爸、媽媽仲有妹妹一齊去超級市場買嘢。哇，係蛋糕味牙膏啊！我、爸爸、媽媽同妹妹都最鍾意蛋糕。就喺我哋買蛋糕味牙膏嘅嗰一晚。晚飯係食納豆同豆腐味噌湯，食完飯之後，擠啊擠，擠啊擠，我同爸爸、媽媽、妹妹喺牙刷上面擠滿蛋糕味牙膏，東刷刷西刷刷，左刷刷右刷刷，上刷刷下刷刷，前刷刷後刷刷，估唔到，哎呀，變咗士多啤梨蛋糕頭、芝士蛋糕頭、朱古力蛋糕頭，仲有栗子蛋糕頭啊！但係呢次刷完牙，竟然冇變返原本嘅樣。第二日，爸爸就笠住朱古力蛋糕頭返工，媽媽同妹妹呢，就笠住芝士蛋糕頭同栗子蛋糕頭，同我哋講出門小心啲啊，行快啲啊！我都係笠住士多啤梨蛋糕頭返幼稚園。正當我冇晒心機行緊嘅時候，早晨，估唔到鄰居姐姐竟然變咗吞拿魚壽司頭。啤酒味牙膏真係太好啦！住喺我屋企後面嘅老伯變咗啤酒樽頭。當我返到幼稚園，哇！小龍變咗香橙頭，慧慧變咗雪糕頭，小托變咗鯛魚燒頭，小靜變咗鳳梨頭，晶晶變咗小泡芙頭，老師變咗布甸頭，大家都用咗超神奇牙膏啊！但係打千秋嗰陣，笠住士多啤梨蛋糕頭真係好難坐上去千秋度㗎。慧慧頭上面嘅雪糕都差啲要跌落嚟，而且爬馬騮架嗰陣都變得好困難，
小托頭上面嗰條魚尾一個唔小心就棘住咗，落唔返嚟。夜晚睇新聞嘅時候，笠住豬扒飯頭嘅主播報導，為你哋插播一則新聞。使用咗超神奇牙膏之後，全世界嘅人個頭都變咗蘋果、香蕉、布甸、咖喱、啤酒同埋橙，不得了嘅事情正在發生。呢個時候，突然傳嚟一陣奇怪嘅笑聲，哈哈哈！超神奇，哈哈哈！我就係鼎鼎大名嘅超神奇怪俠，超神奇！大家都用咗超神奇牙膏，真係多謝晒。但係已經全部賣晒啦，今日起請用返普通牙膏啦，哈哈哈！然後就可以。第二日，大家都用返普通牙膏之後，爸爸、媽媽、妹妹、鄰居姐姐，仲有老伯，大家都變返原本嘅樣。幼稚園嘅小朋友同老師都係，全世界嘅人都變返原本嘅樣。於是，從此之後，我就用返普通牙膏啦。雖然條脷會有啲吉，有啲辣，但係我而家唔怕啦，因為我唔想再用超神奇牙膏啦。